Hello Hong Kong fans, this is Rafael Merkis, and I wanted to make this little video to thank all of you guys for all the love and the messages since last night. It was a crazy game and a crazy night, and I'm extremely happy we could get the 3 points and important win in Bangladesh. Also wanted to give a big thanks to the fans that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Bangladesh to support us, but also to the fans that stayed at home and were behind us as well. So see you at home next week in Kai Tak. Bye bye. 各位香港球迷、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10月14日，請前嚟啟德開塔體育場為香港隊助威。我係 XXX 正嘅名字播報者游，今日給大家帶嚟香港國家隊備戰亞洲盃預選賽嘅重要訊息，同埋我哋球員同球迷同在嘅動人場面。首先喺2025年10月9日，香港隊喺客場對陣孟加拉國嘅關鍵戰役中，以4-3絕殺勝出。Rafael Merkis 替補東中，並且加時第101分鐘完成帽子戲法，第50、75及90分鐘破門，為香港贏得呢場驚心動魄嘅勝利。嗰場比賽中，孟加拉隊先以 Hamza Choudhury 嘅自由球喺第13分鐘取得領先。香港喺上半場補時階段通過 Everton Camargo 嘅推射扳平比分。下半場香港把握對方後防失誤，先後由 Merkis 兩度破門反超。之後孟加拉隊喺第84分鐘由 Sheikh Moursalian 扳回一城，並喺加時第9分鐘由 Shamit Song 頭槌扳平。然而2分鐘後，香港隊喺反擊中再次將球送入對方球門，以4-3待定勝局。憑藉呢場勝利，香港隊喺 C9 積7分，高居榜首，領先第2名新加坡2分。接下嚟我哋要談談香港隊為10月14日回合比賽嘅準備狀況、球迷動員同埋對呢場比賽嘅信心同期望。香港足總同本地簡好隊港考香港簡好球合手推出跨運動宣傳活動，目的是為接咗嚟嘅2場重要主場比賽含14日對孟加拉國造勢。兩隊前說也進行互動宣傳，以提升關注度，吸引更多市民進場加油。主教練 Ashley Westwood 最近喺採訪中指出，香港隊嘅目標係2場大結果，也就係趕快確保晉級資格。佢認為儘管競爭激烈，但球隊有實力有決心。根據新聞報導，對於14日嘅主場賽事，門票已經銷售一空。